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1日，诗篇122篇6节安尼讲：着替耶路撒冷求平安，今仔听你的人的确安乐。三个来祈祷，互听你的人享受安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尊、至大、至圣的上帝，主啊！你用大权能的手，带阮对亲像埃及的苦难中出来。你用你大慈爱，救赎你的百姓。主啊！权能甲威严，拢是你的。你立权的所在，行和平。你伫地上施落你的慈爱。主啊！虽然四围好塞凶猛，虽然对着时刻紧紧地看，总是主啊！你是阮逐时逐刻的倚靠甲帮赞。你要用大能的手护庇阮，主啊！所以，阮要替阮的国家甲百姓求平安，因为今仔听你的人，的确拢要享受安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